过了这花莲光复在后的第10天啊，继续伫遐复原。在去年有这职业的篮球队去到光复国中协助摒扫，目前7个受灾砖头增加厝摒扫进度有到88%，车路也30%。希望中秋进前会当来甲摒好势。环境部也和大汤公司协调，有准备6大占地场，面积加起来有29公顷，要坑这烂土，还佫本数，目前已经有坑45000栋啊。工具带起就往光复国中去了。花莲光复乡救灾阁有新人力，透早有职业篮球队嘛来到3工，各家队职员拢总35人，全部去光复国中协助清理。就会很心痛啊！我们球队能帮忙就帮忙啊。复原工作继续进行，在后军民合作摒扫，初二出动255台机具，1000人，清除粪扫量达到9861吨，是这阵啊上济的清运量。环境部甲大汤公司协调，已经准备好6个所在占坑，拢是大汤的土地。目前先用3位，总面积有29公顷。到10月初2，粪扫甲土沙总进场量超过4.5万吨。灾后清出的上万吨淤泥，已让2座战制场满载现场。这里就是紧急加开的第3座，但在短时间内就已经堆积如山，怪手持续向上堆高。而这处空间是否够用，还是有新的位置能够接手，都面临挑战。已经清出来大概是45000吨哦，那包含了淤泥跟垃圾。当然，我们预估呢，整个垃圾量跟淤泥量可以到8到10万吨，所以现在呢已经进入到第3个战制场，预计呢可能还会到第4个、第5个。中央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嘛报告70天的工作成果，7个村庄的灾民主体粪扫甲土沙的程度比例。其中北富川集平率上悬，已经达到95%；大华川、大平川甲东富川嘛达到90%；大东川87%；大马川85%；大安川80%，总集平率达到88.14%。环境部进一步指出，目前车路边水沟的塌去是现阶段爱努力的目标。目前道路的侧沟大概是阻塞的，因为它必须要开人孔盖才能够清，自工是没办法帮忙。所以我们透过各县市环保局支援的清沟车，用机具的方式来清理。当我们把侧沟清理完了之后，我们的厕所就可以通。民生爱先办理，目前因为便所未通，要设置真济流动便所154个。大水表示，大东川、大马川这些所在已经慢慢来当正常供水。甘那村、大平川、佛祖街、成功街差不多10外户，因为灾损甲土沙囤积，即马无法度带人。后续原来配合国军清除进度甲用户需求，办理减收甲供水。记者采访报道。